川剧院的青年演员梁浩龙。那么这一次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在《战马超》这部戏里面，罗家英先生对我们的技术指导有了一些创新的改变，融入了一些武术里面的南拳的一些套路进去，然后让我感觉非常的有趣，然后让我对戏曲和武术的这么一个融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。然后希望在接下来的活动当中呢，我能够完成好每一场表演，然后也祝愿穿越合演圆满成功。